下五花就是去掉上顶的里脊，家人们，上顶里脊就叫下五花，它不叫精品五花，精品五花是要加价的，这样的下五花是不加价的，铁铁们。下五花去掉里脊的啊，然后这个边五花它太不好看了，让我们去掉啊。来，边五花去掉。五花肉回家怎么吃？铁铁做红烧肉，做梅菜扣片，必须得用五花。铁铁，你红烧肉你梅菜扣片，你必须得用边五花啊，必须得用五花啊，五花。来，油馍摘掉。来，下边当当脆去掉，哎，小油馍都摘掉啊，就熟的嘎板正，肯定比你在你当地买的干净利整。下边当当脆去掉，到家老母猪的拍1赔100，到家注水注胶肉拍1赔100啊！铁铁们，咱家直播有回放的，保证你质量，保质保量啊！家人们，保质保量。来，当当脆去掉了啊！来，下五花上车，妈这猪咋瞎子？来，下五花来上车来。回家做红烧肉，回家做梅菜扣片专属啊！到家皮不辣乎，包赔包退啊！